好，这个企业可能会影响到咱台湾农田水利署，就去到花莲讲好清水沟啊。中央前进协调所调整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，针对体力、针对安置来编组，实传85000地沙包互人来领，就是要防止风雨，搁再冲击到花莲的灾区。农田水利署的人来到花莲县江河乡不做过甲成功过清除水圳，因的任务毋是干那干烂土挖出来尔，嘛要挖了深搁看，就是要防止未来若搁有风台，这烂土袂搁流进去圳沟内。下面那一段46项那个方式，我们会土坡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。重灾区之一的大东村，惊热带扰动可能变作今年第24个风台风神，村民赶紧来领沙包，不过公所发现。按14下晡到15早起为止，民众来这沙包的比例无多。放在小沙猫，然后用小沙猫到各村这边来去发放，会比较快。为了预防风台，中央前进协调所要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，来因应预防风台所需要任务，编做帮山河天气监测组、疏散铁力、安置收容等工作，嘛准备85000个沙包给民众，每一路上最会当领20个。我们可能是以村为单位，还有以街道为单位，会有一个存积点，然后民众在那个地方来领取。中央讲，目前上要紧的是边沟的清理，伫15个会当甲30公里的边沟全部拢清掉，不做过后院工作，由国军全面接管。红林镇嘛有过17进前清理好势，即摆要预防风台，除了人员的铁力保全，嘛要保护清理好的圳沟。主要的沟渠我们用防水布来做。那一般的沟渠，我们会用铺沙包的方式。15下晡2点，紧急应变会议召开了，各小组就要展开负责任务。中央嘛有过风台生成的时间是伫4天后，预防风台的准备时间要算量上，请民众放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